电路以及电路，还有办那个叔叔研流会，100人上岸活动，人员山庄意又盛行啊！大年初一啊，大年初一。感谢你，感谢你。好，那呢，我们已经祈福，对不对？那我们祈福完之后，我们要将这样子的新春祝福呢，回向给我们的这一个亲朋好友、九玄七祖啊。所以呢，我们邀请呢我们的前人、副前人、点传师，还有我们的各位前贤一同手抱合同，我们一起呢齐诵弥勒救苦真经一次。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会将弥勒救苦真经的这个垫板发放给各位前贤。请各位前贤，如果你已经背起来的，你就可以呢不用拿没关系。那如果呢你还不是非常熟悉，我们就可以拿着我们的这个拜垫，拿着我们的这个垫板然后呢我们一起来齐诵我们的弥勒救苦真经。在我们的新春的第一天我们就将这样的一个美好祝福回向给我们的亲朋好友。